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条，这是即摆拢去带离的德国的歌手郑华娟、郑华冠，伊的妹妹日前骑 U-bike 的铁马，伫台北士林的承德路，互违规倒滑的小巴士来弄死，司机方用过失致死罪来起诉。士林地方法院一审开庭，这个司机来辩讲，伊只是违规倒滑，并无闯红灯，当场去互法官甲痛骂。郑华冠嘛真气愤，讲无法度接受这司机弄死人了后是这种的态度。敢是记翕到轿车驶落桥，看到头前倒滑是红灯，拢守规矩停落来等。想到边仔一台白日巴士根本无伫咧插青灯，直接弄红灯倒滑，拄到一个骑 U-bike 的太太，青顶直骑，当咧共弄死。死者将指控当时司机违规左转，害死一条人命，而现在死者还是知名创作人郑华娟的妹妹。57岁姓郑太太是歌手郑华冠的小妹，伫咧国卫院服务，想到出门去4台巴士违规弄死，司机尾啊嘛去以过失致死罪起诉。士林地方法院一审开庭，姓罗司机认罪，承认是伊唔对，不过伊证讲唔是弄红灯，是违规倒滑。法官就甲伊骂倒滑的镜头是红色，就是无伫咧看青红灯，你这是要创啥？两边的辩论收煞，一定9月宣判。像本来一开始不承认有所谓的闯红灯啊，但是鉴定报告还有法官给他的指责都是认为说你这个就是明显，有违规，没有依照号志违规左转。歌手郑华冠把替张惠妹张清芳就名的歌手写歌词，家己阁出册上在情，因为住伫咧德国30年，所以请小妹照顾有年岁爸母。想到两个人见袂着面啊，伊阿兄嘛无法度接受，认为这个行为就是挑工杀人和谋杀，加上犯案了后的态度，互受害家属愈歹接受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